3档的疫情，巴西嘉年华总算伫咧17日个举办啊，有个会当吸引到4600万人，超过300亿台票上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祝大家做伙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仔日头一条新闻要来看，俄乌开战已经伫要满一冬啊。美国总统拜登是伫咧暗头啊，雄去到基辅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原底拜登是要去访问波兰，所以咧半中途雄走去乌克兰，而且是等到安全到基辅了后，才来公开这个消息。这是俄乌开战以来，拜登头一摆去访问乌克兰，而且拜登嘛有去到因的总统府和泽伦斯基会谈，嘛有宣布讲美国要个对加援助，提供愈多军事武器来帮助乌克兰。而且拜登嘛有表示，这礼拜要个对罗西亚提出新的制裁。咱即马就来看一下俄乌战争的局势。过去几个月来，罗西亚和乌克兰双方伫咧乌东地区是拍甲正激烈。咱来看这张图，蓝色的所在就是乌克兰受福的所在，那红色就是互罗西亚占领的所在。那是黄色的圆圈啊，就表示这是目前主要的战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罗西亚的军队伫咧顿巴斯地区是受到真大的损失，而且若是因的损失愈大，战争就有可能会当愈紧结束。不过，即阵说是传出讲，中国暗算要提供致命的武器来援助罗西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警告中国讲，千万唔通做这款代志，若是讲安尼做，就有可能会对美国和中国双方的关系有真严重的后果。贵阳战车真紧经过行路，细节我开无偌久，就听到飞弹飞过爆炸声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过去几个月，甲俄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战加真激烈，虽然局势真复杂，乌军拍甲真辛苦，不过嘛造成俄军重大损失。Ситуація дуже непроста. Боремось, ламаємо окупанта і завдаємо Росії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ідчутних втрат. 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ю, чим більше Росія втратить саме там, саме на Донбасі, Бахмут, Вугледар, Мар'їнка, Креміна, тим швидше зможемо завершити цю війну перемогою України. 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官方预估到去年12月为止，损失差不多13000名士兵。在俄军方面，应该是估算差不多4万到6万名士兵阵亡。乌克兰官方提出警告，俄罗斯可能在战争满一冬进程的2月到24期间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对中国有可能提供俄罗斯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德国慕尼黑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的时阵表示，中国若是提供俄罗斯致命武器，会发生严重的后果。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gives us concern that they are considering providing lethal support to Russia in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share very clearly with Wang Yi that this would be a serious problem. 我是新闻台是董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网架银河铁道999甲宇宙战舰大和号的作家松本零士，有人讲是开创日本的宇宙题材网架的头人。但伊在2月13因为心脏衰竭过身，才到85岁。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为着要吸引海外人才，日本暗算伫咧4月要放任永久居留权的申请资格有硕士学位，而且一档赚有2000万日票以上的专业人才，只要伫咧日本待一档，就会当来申请。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有一位妈妈牵狗仔出门了后就失踪去，警方煞伫咧3礼拜后，才伫咧附近1公里外河川找到遗体。但这是引起民众的质疑，警方的搜查作为也够有能力。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认定中国有可能会提供武器予罗西亚来拍乌克兰。有专家就分析讲，安尼恐惊会予全球面临到严重的分裂危机。落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目前上长退休的前总统98岁卡特，佮捌摕过诺贝尔和平奖，不过经过这几档真侪摆大院，
即马已经放弃治疗癌症，转去处理接受安宁照顾。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已经有过2礼拜时间啊，超过46000人不幸过往。土耳其宣布，除了重灾区2个省以外，其他所在搜救任务拢已经收煞。目前有超过10万间的倒去的厝需要拆掉重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仔嘛有坐直升机去到土耳其的灾区了解状况，也有宣布美国会提供1亿美金的人道援助。甲土耳其外长同齐坐直升机探视灾区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去到土耳其，佮带来增加1亿美金人道援助的好消息。Had about $85 million worth of assistance poured in immediately for housing, water, and food, and medicine, and clothing. All that in the immediate days following the earthquak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 will be putting in another $100 million to assist those who are so desperately in need. 总计美国已经对土耳其甲叙利亚提供1亿8500万美金的援助。布林肯也会见叙利亚反恐军控制地区的救援组织，被偷窥的成员，佮讨论当地救援工作。土司大地震了后的第14天，来自各国的救援人员伫各省倒去的计划中搜救。当局宣布，除了卡拉曼、马拉斯甲哈泰2个省之外，搜救任务告一段落。不过，由于有大约105000栋建筑物等待拆除，就100万人无依无靠要去失等，经济损失更是达到数十亿美金。Biz bu acıyı burada çekiyoruz. Gelin evinizi boşaltın diyor. Benim evim ayrı bir yerde. Evinizi boşaltın. Bina yıkılacak. Ve bekleyin şu insanlar enkazın altından çıksınlar, hele çıksınlar. Oraya gidiyoruz. Evlere girmek izin vermiyorlar. Ne yapacağız? 大地震迄当时，不少人甲冲埔拢惊碰见，一阵搜救人员已经伫碎砖仔厝下中救出数百只受困的猫仔、狗仔、兔仔等宠物。当地灾民表示，这场灾难是以前所无的，不过只要大家联手相助，就会当同齐渡过难关。另外，加纳籍的英超前球星阿特斯，当地方证实已经伫大地震中罹难，遗体19空运返国。加纳副总统亲自伫首都阿克拉的机场等候。公司新闻电话真编译。美国目前上长退休的前总统98岁卡特，伫咧2015年的时阵发现得到癌症，虽然伊真乐观、真积极的治疗，不过这几档的状况是愈来愈恶化。即马伊嘛已经决定要转去处理做安宁照护，不爱搁治疗啊，要来陪伴伊的亲人。这个卡特是伫1977年到1981年的期间担任美国的总统，然后经历过含咱台湾断交，嘛有经历过伊朗的人质危机。卡特落任总统了后，虽然阁有咧斗相共协调国际冲突，也阁有推动人道救援，所以伊嘛有摕到诺贝尔的和平奖。I just thought I had a few weeks left, but I was surprisingly at ease. 这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伫2015年为病痛所苦的时，犹原乐观面对的单位。最近几年，伊因为黑色素瘤扩散到肝、肝脑，几啊摆接受治疗。不过摆啦，伊的非营利基金会卡特中心表示，98岁卡特决定要回去厝接受安宁照护，甲亲人同齐度过最后的时间。I'd like to announce that I am a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来自乔治亚州的卡特，卖将军参与二次大战，后来选调交州州长，因为表现出色。1976年，代表民主党抢到白宫补助，伊伫年内促成以色列甲埃及签署历史性的台湾协议，互两国真侪年来会当维持和平。不过，台湾民众对伊印象上深的是，伊伫年内决定甲中华民国断交，美国转向甲中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款伫1979年爆发伊朗人质危机，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防占领60多名美国外交官甲兵民考虑做停止，危机达到444天，真侪人认为这事件造成卡特竞选真正失败。Late yesterday, I cancelled a carefully planned operation which was underway in Iran to position our rescue team for a later withdrawal of American hostages who've been held captive there since November 4th.
卡特竞选人员时，拜获共和党的绿金，也毋过伊下场了后，积极发展非营利事业，努力调停国际冲突，推动民主甲人权。伫2002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卡特是美国目前在世上久的前总统，临终安详的消息传来，各界为伊献上祝福，包括拜登总统也推文祝伊平安。公司新闻在回应朋友。即马中国的疫情解封虽然景气那上好。那上有小可要来回升，不过因为全球市场的需求也未恢复，拢无订单入来，所以中国有袂少企业拢在大裁员，少年辈失业率有到20%遐悬。另外，嘛有部分企业拢甲人欠薪水，劳工伫咧另外找出路，所以各地头就业博览会人天是拢吵。伫北京即个就业博览会，民众无用咧摕资料写文件。看到是比一般的期间要更加热热。就疫情期间，就是工资拖欠的问题主要是，然后目前也没有给结清，就是说想看看一些其他地方吧。中国受到疫情封城，还有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不少企业的订单变少，无法裁员的情形。但若国营企业毋是减薪水，就是薪水发袂出来，少年人的失业率也悬到20%。当局最近大规模举办就业博览会，公司伫北京，这个月就有40多场这类活动，希望让小偷头路歹找的乱象。不过来这应头路的人，大部分都唔敢望薪水会有偌悬。基本上可以保持在自己心中的一个平衡线就可以了啊，不要求太高，能要求有一个工作稳定就可以。根据一项针对差不多5万的上班族做的调查显示，中国有4成7的民众烦恼因今年可能会无头路，比1年前的39.8%要搁较悬。另外有6成的人，甲无确定的经济环境来做是影响因信心主要因素。虽然这款的焦虑普遍存在，不过有分析认为讲，服务业复苏的情形会比制造业甲房地产业搁较紧。We think that major reasons that because the service sectors are hit the hardest during the pandemic, so we will also see some strong rebound in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to come. 经济学家表示，虽然今年中国的服务业甲制造业发展的速度可能甲以前的真无共款，不过整体就业的人数应该也是会增加。公司新闻在回应朋友。再来看疫情解封，嘛，互巴西嘉年华让3档总算伫咧17要个盛大举办啊！有过即摆会当吸引到4600万的游客，各地头的旅馆嘛拢已经互人住满甲满满。规个嘉年华的商机有过凡是会当带来超过300亿台票。嘉年华火车补价全副武装，这会新巴补到学校内专业补价，步数进展，全国全球上大的嘉年华会转来啊！今年巴西嘉年华恢复以前的规模，向定摆脱疫情的惨淡。补价是展现严厉风貌，音乐正大声。17位旅游市长接过市政所的嘉年华，默默国王伫宣布巴西嘉年华会正式开始时阵，也展现武器。Porque depois de 2 carnavais。过一月，巴西都市的街路 party 有几百场，填补过去3年疫情的空虚民心。加上1月份前总统普索纳罗的抗击支持团体引起反政府暴力抗议已经平息。民众讲，今年嘉年华亲像脱离黑暗的重生时刻。Carnival is absolutely insane. I love that everyone's open and expressive. 除了人欢喜以外，旅游的狗仔嘉年华也真热热。5月10日无够看，也有主人为宠物 cosplay 打扮做超级英雄。巴西嘉年华伫2021年因为疫情停办，2021年虽然恢复举办，不过规模较细。今年全面展开，为17到25，嘉年华前1礼拜大项目报废啊，为高级餐厅甲打饭，拢准备好啊。有个嘉年华会带来高达10亿美金的观光财，同时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敢若是新巴场馆都2万外工作人员，帮助不少巴西经济。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同款热热滚滚的画面来看，意大利嘛是真出名的威尼斯名具嘉年华，游客唔但会当做伙去享受悠闲甲欢喜的气氛，也阁会当去当地老店学习免怎来做一寡充满特色的名具，咱做伙来看卖。
跟那小几啊卡嘅面具，佮搭配华丽服装，伊搭伫威尼斯的面具嘉年华，自这个月初时一直办到这个月2日。要参加就要先有一个有个人特色的面具。伫威尼斯圣马可控场附近，就将在这种细件工作室教游客做面具。È importantissimo perché noi trasmettiamo la nostra tradizione per un'ora a quelli che vengono a fare questo master, diciamo, tutta la nostra sapienza, tra virgolette, perché in un'ora non è che poi, però vedo che la gente si diverte molto e apprezza. 今年66个格拉索做面具已经40几档，每年办嘉年华时阵，就将这道传统面具工艺教予有兴趣学的游客，一天平均会当教7位到8位游客。伊的后生尼可洛就是伊第一个学生，即马负责处理游客有约上课的代志。做面具无亲像想的这么简单，就要先画草图，结果做模型，等面具的模出来了。这个用锅啊，加一层一层浸过水的纸搭起嚟，等到规拢打熟了，再加粗边抹好油，才袂伫咧挂时阵去烤掉。上尾就是上色加增色，因为制作的过程真复杂，所以游客伫咧上课时阵是拢摕到已经完成的12种面具的模型之一，才画色加增色就会使。ベネチアンマスク作り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アートが好きなので自分で描けるということが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あとお店の方のデコレーションがすごく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で。伫咧上课时阵，格朗索伯仔囝也会甲游客讲威尼斯的故事。有人写是讲有千年历史的嘉年华，有人写是讲每一个面具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特别的所在。伊讲威尼斯因为受到气候变迁严重的影响，人口开始外移，真侪古早的手工艺强美社团。È importantissimo tramandare questo tipo di attività perché si continua, diciamo, comunque una tradizione locale e soprattutto sono delle attività che ti possono dare veramente delle soddisfazioni immense. 伯仔囝两个人希望借着游客的学习，和传统的工艺有机会当传承落去。也用无同的方法，包括社交媒体，和这份古老的手工艺术，会当和更加侪人知影。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